月入只得萬零2萬蚊，長期糧尾，覺得自己冇咩前途。唔知大家係咪都患有香港人常患嘅貧窮病呢？呢一種貧窮病會令到你壓力指數上升，覺得自己永遠都跳唔出呢個老鼠圈。今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咧喺香港我哋嘅月入啦，我哋嘅貧富懸殊嘅狀況啦，點解我哋會得到呢一種病，同埋究竟係點樣醫嘅咧？如果喜歡今集嘅內容，記住 share 出 group 俾你嘅朋友仔知道。喺開呢個 channel 之前，我係金融科創公司嘅創辦人，我係投資才女。咁講翻咧，我最近咧就係去咗巴西嘅呢個地方。巴西啊，你一聽到以為好窮啦，其實佢係金磚4國嘅其中之一，南美最大嘅國家，礦產量豐富，天然資源豐富，絕對係因為佢哋嘅國家大係可以賺到唔少嘅外匯。但係偏偏咧就係因為政府嘅腐敗啦，令到咧巴西人而家平均每個月嘅月入只係得3000蚊，唔係美金，係港紙一個月。3000蚊叫賺得多噶啦，人哋嘅最低工資咧只係得1000零蚊嘅啫。2024年咧，香港人咧平均嘅月入嚟講係有20500蚊，即係代表香港人一個月嘅人工等同於人哋賺7個月嘅糧。但係香港嘅快樂指數仍然係處於全球最低嘅水平，甚至低過巴西嘅。咁當然都有唔少嘅原因嘅。咁第一樣嘢就慢慢同大家拆解啦。香港啦，因為地少人多嘅關係，即使我哋要住到去離島都好啦，呢一個住宿費咧佔嘅分鐘咧係已經超過咗啦我哋嘅月入一半以上。如果你只係賺緊萬零蚊，但係你出邊租緊一個單位咧係1萬蚊以上咧，係閒閒地噶啦。咁如果你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其實你已經咧係跌入咗根本每個月係冇錢剩嘅月光族啦。但係偏偏咧住宿嘅問題咧喺唔少嘅貧窮國家入邊咧都仍然係可以解決㗎。呢個解決就係佢哋住喺貧民窟啦。但係貧民窟咧就有呢個販毒啦，甚至係有呢個槍械啦、修理陀地啦嘅呢個問題。當地人咧就每日啦都喺度擔心緊，都唔知幾時有人會爬入自己隻窗度，或者揾槍對住你自己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人咧都喺度憂心緊，就係因為我哋已經俾咗個萬幾蚊嘅呢個租金，所以我哋喺呢個有瓦遮頭嘅情況之下喺度擔心。OK， 第二樣係貧富懸殊嘅情況。嗱，雖然咧香港咧就貌似比起巴西咧就好好多，但係你知唔知喺呢一個量度貧富懸殊嘅堅尼係數，即係呢一個 Gini coefficient 上邊咧，我哋咧係首屈一指，而巴西亦都係同我哋差唔多嘅貧富懸殊嘅情況。你問我點解有可能㗎？乜香港人係同巴西嗰啲咁樣差唔多咩？冇可能我哋香港同佢可以類比嘅。但係貧富懸殊係講緊一個你同有錢人嘅差距。香港人如果本身嗰個低收入喺呢一個其他嘅窮國家已經覺得我哋係中產嘅情況之下啦，我哋嘅所謂有錢人係極端地富有。香港喺2024年嘅呢個數字，如果以家庭嘅月入嚟計，最低嘅10% 呢個月入咧，只係得平均1600蚊嘅呢一個人工。但係我哋呢個社會頭10% 嘅收入咧，係比起最窮嗰10% 咧，係多80倍嘅呢個收入。香港頭10% 嘅呢個住戶啦，每個月嘅收入係達到13萬港紙以上。咁你可以問下你自己啦。你而家受緊嘅係月入萬幾，但係你平時喺 IG 上邊或者喺地鐵入邊見到嘅人，可能佢哋就係月入10幾萬嘅嗰個家庭住戶嘅其中一員。當然人哋帶緊佢哋嘅名牌，又或者喺度豪爽緊嘅時候，影下佢哋自己食咗啲咩好西嘅時候，你就喺度受緊啦，因為你而家對比緊嘅係一啲極端富有嘅人。好多人以為當自己有錢嘅時候就唔再患有貧窮病，但係咧最近咧才女都做咗好多諮詢啦，咁嗰啲人咧其實都係6萬8萬嘅月入，大家咧都腎窮，覺得自己儲得唔夠多錢。原來唔夠嘅呢一個概念咧，人人都有嘅，因為向上望嘅心理實在太強啦。當大家喺度羨慕緊我冇父幹，但係憑住自己嘅稅後收入周遊列國嘅時候，我就會去羨慕其他人可能擁有一啲我冇嘅嘢。
我花咗好多年嘅時間去解決呢一種比較同埋咧憂慮。最直白嘅方法當然就係掌控翻自己嘅揾錢能力啦。呢個揾錢能力就係除咗你份工以外，會唔會有一啲穩健投資係可以保障住你將來嘅呢個月入啦？如果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咧，我相信其實大家嘅安全感就已經嚟咗啦。對於自己啦嘅憂心狀況咧，亦都會大大咁減低。我相信咧，唔少觀眾可能咧都有啲經歷咧係可以分享嘅。咁歡迎咧大家留言啦，有啲乜嘢嘅投資係令你特別有安全感嘅？關於最新嘅公益服務，又或者最近嘅優惠，歡迎大家留意影片下邊描述欄。我哋究竟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啊？嗱，當然第一樣嘢，我哋感恩係好重要啦。始終香港人咁樣嘅一個月入，比起好多非洲嘅難民啦，食唔飽個肚腩仲要大咗，又或者好多天災人禍嘅地方係好好多。我自己係90後啦，仲有其他嘅一啲更加後生嘅朋友仔啦，佢哋會可能喺一個安穩嘅地方度出世嘅時候，佢哋唔會再覺得呢一種珍惜係可以有幾咁珍惜啦。因為珍惜係要有相對嘅，珍惜就係當你失去咗，你先會知道咩叫珍惜噶嘛，係咪？但係好可惜，我哋係冇呢一種嘢啦。而對比起人哋原本就一無所有嘅呢啲地方，根本都唔知開心叫乜，根本唔知道坐遊艇出去係乜嘢，根本唔知道曾經一個地方好好經濟，我買嘢唔需要睇價錢牌嘅嗰個情況，佢唔會有一種由高位跌翻落嚟嘅情況。呢種係一種比較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真係唔想比較啦，我覺得一個最真實嘅情況就係唔好去開任何嘅 social media 啦，又或者用最少嘅時間啦。因為而家嘅 social media 咧係好醒嘅，佢甚至可以聽到你去講啲咩。例如我最近我喺巴西嘅時候，我就係話啊，我好想飲咖啡啊。其實嗰晚即係 IG 就已經不斷咁樣懟晒啲即係咖啡嘅 post 出嚟啊，甚至即係想碎我去買一部咖啡機啦。咁嗰部咖啡機係可以成幾萬蚊，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無論你搜尋過啲乜嘢，其實 Google 又或者任何嘅搜索引擎係可以將你嘅呢個形象去拼湊出嚟嘅。無論你係單身啦，你有冇仔女啦，你月入係幾多啦，你中意睇啲乜嘢啦，你嘅 desire 你嘅需求係啲乜嘢啦，佢會俾晒你去睇。而當呢個社交媒體有咁多嘅人充斥住出嚟，特別係一啲假嘅網紅，心入邊有一種好差嘅感覺。點解我咁唔掂當嘅咧？點解佢可以咁嘅咧？一係咧你就會使多咗錢，一係咧你就會有一種覺得我好抑鬱，我覺得自愧不如嘅感覺。其實兩樣嘢都唔會係一個好結果。而嗰啲巴西人係點揾錢嘅咧？有啲人係可以啦，揸住啲重嘢，即係搬雪櫃啊，上山下海。每日行50公里，而佢只係賺到7000蚊一個月。即係如果佢哋有呢一個對貧窮嘅認知，佢哋知道佢哋係有貧富懸殊，而佢哋就係屬於呢個低收入嘅情況，而有呢個認知，我承認我自己係貧窮，然後我承認如果我要跳到去嗰個 level，其實我需要有咁遠嘅一條路嘅話咧，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更加好嘅心理準備。原來香港嘅呢個嘅堅尼係數去預示咗講俾我哋聽嘅就係，如果我哋都想要有香港嘅嗰種富足，我哋要喺香港呢個地方度生活得好好，住喺半山，又有車又有樓，跟住仲要係養羊狗。呢啲咁樣嘅收入唔係喺 IG 上邊大家碌嗰啲 feed 咧真實地會出現嘅事情嚟，嗰啲係好假。好 top 嘅，甚至係一啲廣告嚟嘅啫。問下你自己，究竟有啲咩專業係可以做？而當你嘅收入越嚟越好嘅時候，又有冇真係好似呢個台入邊成日所講嘅穩健投資、日日收息，係將你嘅呢一個嘅財富不斷咁樣去幾何式咁樣增長咧？有好多人連定期都唔係好想做。有好多人仍然都係處於喺負債嘅情況。今集嘅內容又係咁多，記住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send 出 group 俾你嘅朋友仔知道，一齊解決呢一個貧窮病嘅心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